是否真心的。32点人生的真理，只是藏在平淡无味之中。33点不洗澡的人，硬擦香水是不会香的。名声与尊贵，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有德自然香。陈雅兰呢，得奖了。总会过去的。他拍那《嘉庆金流》由台湾去盐水岸内影视基地的盐水岸内糖厂改成岸内影视基地的。然后最近新营好像在家乐福那个西边那里要建设国家图书馆南区分馆呢。要编造10句谎话来弥补，何苦让38点白白的